Hello， 大家好，A 空好家園阿唐。好多香港朋友落惠州、大灣區買樓，最唔放心嘅就係收樓之後維修保養嘅問題。好多人會問呢，發展商送嘅精裝修保幾耐？牆身滲水、廁所漏水邊個負責？梁柱、地基呢啲主體架構保幾耐？電梯、大堂、樓梯呢啲公共嘅設施壞咗點樣保修？仲有買樓嗰時一次性交嘅維修基金幾時先用到？邊啲項目先至可以提取？今日一次性同大家講清楚，全部都有國家法規做依據，港人置業唔使再蒙查查。第一部分，收樓必攞住宅質量保證書，所有保修以呢一份文件為準。內地發展商正式交樓，法定一定要俾業主兩封文件：住宅質量保證書同埋住宅使用說明書，俗稱兩書。所有保養嘅年限、保修嘅範圍，全部寫晒喺入面，有法律效力，唔係發展商口講就算。保修期計算起點，由樓盤整體竣工驗收合格開始計，唔係你收樓當日先算。呢啲咧好多港人會搞錯。只要係咧正常使用，冇私自拆改牆體，保修期內出現質量問題，全部由發展商免費維修，造成家私損毀都係可以索賠嘅。咁第二部分，室內嘅精裝、水電、防水法定嘅保修年限。第一個，防水工程法定最低保5年，範圍咧就廁所滲水、廚房漏水、牆身反潮滲水、天台漏水、窗台滲漏，5年內咧有任何嘅滲漏問題，發展商全權免費維修。咁第二個咧就係發展商附送嘅全屋精裝修，法定咧係最低保2年，包括牆漆開估空裂、地磚嘅瓷磚脫落、櫃門變形、開關面板、吊頂脫落等等嘅裝修嘅瑕疵。第三，水電管線、衛浴設備安裝，法定最低保2年，吸排水喉、電線電掣、燈具、馬桶、花灑、洗手盆等等嘅設備故障，2年內咧免費上門維修更換。補充提醒下，如果係業主自己後期揾師傅裝修，唔屬於發展商保修範圍，要自己揾裝修公司負責。第三部分，地基主體架構最長保障。好多老友記咧最擔心嘅就係樓宇嘅安全。呢度咧講重點法例，地基基礎、承重梁柱、樓板主體嘅結構，保修期咧係樓宇設計合理使用年限，一般咧住宅70年，等同於地產權嘅年限。咁啊，坊間咧有講終身保養就係呢個原因啦。只要唔係業主自己拆承重牆、打樁、改造，出現地基沉降、梁柱開裂、樓宇傾斜等等嘅結構安全問題，幾十年之後都係可以咧追溯發展商負責維修。就算發展商公司結業，政府住建部門都有監管嘅渠道協助追討責任，港人咧唔使擔心冇人跟進。第四部分，大堂、電梯、消防等等公共設施點樣保修？公共設施咧分2個階段，責任方完全唔同。第一咧，保修期內一般2至5年，電梯、消防系統、樓層嘅走廊燈、監控、大門對講、樓體嘅牆身、外牆公共嘅部分損壞咧，全部由發展商負責免費維修更換，直接通知管家聯絡發展商處理。咁第二咧，過咗法定嘅保修期之後咧，日常嘅細微嘅保養、檢查、清潔由物管公司負責，包埋咧每月嘅電梯嘅檢測、消防嘅巡查。如果咧出現大故障需要大維修、整體更換設備，就要動用全小區業主一齊交嘅住宅專項維修基金。第5部分咧，維修基金詳解幾時可以提取，邊啲項目用到。咁第一個維修基金係乜？買樓簽約收樓前咧一次性繳交嘅，歸全體業主所有。政府專戶監管，唔可以用作日常嘅清潔、保安、園林嘅保養，只用於咧過保後公共嘅部分大型嘅維修。咁第二咧，可以提取維修基金嘅範圍，呢個係重點啦。
公共嘅部位，屋頂啦、外牆啦、大堂啦、樓梯間啦、走廊啦、電梯井、承重結構維修翻新。公共嘅設施，電梯更換主機、消防系統整體維修，小區嘅道路重新鋪，監控嘅系統大修，排污泵、避雷設備、公共圍牆損毀大修等等。第三咧，唔可以動用維修基金嘅項目，咁啊包埋咧單位室內嘅裝修啦、家電啦、室內嘅水管故障啦，咁啊包埋咧日常物管嘅開支啊、清潔啊、保養啊、園藝保養啊、小型嘅零件嘅更換，咁啊同埋咧供水、供電、煤氣公司專屬嘅管線嘅設備，由咧公用事業公司免費維修。咁啊第四咧就提取流程係分兩種嘅，咁啊第一個咧就係常規嘅維修啦，物管咧同埋業委會出呢個維修方案，需要咧雙2/3業主同意，面積同埋簽名嘅人數都達標，再往咧呢個住建部門申請撥款先至可以施工。第二咧應急通道出現咧危險情況，例如電梯困人停運、外牆嘅石頭剝落、主排水管爆裂、消防系統失靈等威脅人身安全，可以先維修，後補簽業主嘅文件，大幅縮短咧等候嘅時間，唔使慢慢等投票。第六部分，港人實用處理流程總結。第一，單位室內滲水、裝修、水電問題未過保嘅，揾管家聯絡發展商免費維修；過咗保嘅，業主自費揾師傅。咁第二咧，梁柱地基結構嘅問題，任何時間都係屬於發展商終身保修，直接聯絡住建部門去跟進。第三咧，電梯、大堂、消防等等公共嘅設施未過保嘅，揾發展商；過咗保，小型維修物管負責，大型嘅維修咧就走維修基金。第四咧，收樓一定要保管好住宅質量保證書，所有嘅維修投訴以呢一份文件為憑據。好多香港人咧都會驚咧內地嘅維修冇保障，其實咧國家有清晰強制嘅法規，相比香港私樓咧保養嘅年限係更加長。公共維修有專項嘅資金兜底，退休長住好有保障。今集到呢度，大家記得點讚、分享、轉發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